哋結婚。邱曼琪，我諗好多人都細個嘅時候都有呢個嘅諗法，幻想自己大個嘅時候會同嘅婚禮會係點？究竟同邊一個會結婚？因為喺大部分人嘅心目之中，除咗家人、事業、愛情就佔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。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齊去行一個新嘅人生階段，係一件相當幸福嘅事。喺今日，我哋希望大家嘅參與，去見證一對新人嘅喺呢個新嘅階段。各位來賓、親友，而家宣布 Aaron 雖然我們結婚快啲華麗舞台畢業，而家正式開始。希望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，歡迎翻我哋嘅兄弟姊妹同埋我哋大會嘅主持人。小小的璀璨，色彩繽紛變幻，黃金很紫色寶曼，高貴散榜間，般的彩雲，火一般的燦爛，誰偏有這晚感覺到夜晚？手三個百萬行威，優子的心花無情一族驕傲，誰也將風中天災報導。誰要討好你我也會似眼公，別懵懵懂給彼此身體發功，讓我與你相擁，要奔走彼此共，帶動着熱鬧熱情和勇。我哋咧啲兄弟姊妹啊，都排咗好耐嘅，都見到。係啊。